继续来看这个台北的捷运站出现着不速鬼，这个穿着西装的男子伫捷运中山站徘徊，尾要锁定一间才一个旅店员伫顾的店，徛伫人的店口，家己的下属变互人看。旅店员是惊甲面啊青顺顺，随冲出去找这个站务员化救人。警方接到通报，紧紧就把这个不速鬼给藏起来。 一个穿西装的查甫人倒入捷运站，过无偌久，伫一间店的外口徛咧，尾仔就赶紧走。这到底是安怎？顶个月23暗时8点外，住伫桃园这个姓廖的查甫人，讲要去台北上投资理财课，到中山站的时，先伫站内行来行去，差不多40分钟。 后来，伫一间店的门口徛咧，用西装外套炸咧，对店员做出不属鬼的动作。女店员看到了，赶紧发救人。经过调查，这个查甫人是一个妨害风化的惯犯。按经过滤捷运站内及站外近100支监视器，循线发现犯嫌系有计划性选定这间只有1名女店员的商家犯案，火速查缉廖姓犯嫌到案。 其实捷运站性骚扰案件真侪，棒球站伫7下晡嘛出现一个查甫人伫捷运站拢无穿衫裤的案件，109年到81年2年尔，就86件，占所刑案的14%。所以讲提醒乡亲，坐捷运的时爱时时注意边的人，拄到性骚扰一定要赶紧发救人，才袂好这个嫌犯继续去影响别人。